香港嘅海洋地理位置特殊，處於熱帶海域嘅邊緣，而氣候就屬於亞熱帶。每年嘅夏季同埋冬季都受到唔同嘅海流影響，而呢啲環境條件就適合好多海洋生物嚟居住啦。喺大家開始重視保育嘅情況之下，近年我哋嘅海洋發揮咗佢嘅自我修復能力，已經有好幾個水底花園重現眼前。今集就同大家去遊下花園啦。果洲群島係喺香港東面嘅海域，由比較近嘅西貢出發，船程都要大約1個鐘，所以呢度人跡罕至。但係冇咩人嚟，並唔代表佢唔會受到破壞。喺90年代，呢度就被劃為淤泥卸置區，大量建造工程挖掘出嚟嘅廢料都倒落呢個海域。等我落去睇下而家嘅情況係點先。楊真啊，經過一段時期嘅休養生息，呢度嘅海底已經重現翻一啲生氣，都算好好彩喎。呢度係個名副其實嘅軟珊瑚花市，要游成200幾米先至睇得晒喎。而且咧，啲色彩好豐富啊，睇到我眼花繚亂啊！軟珊瑚嘅色彩係嚟自佢身體裏邊嘅藻類，呢啲共生藻會進行光合作用，提供養分俾珊瑚。你游近啲望下佢，佢嘅白色表層下面有一支支白色嘅嘢喎，咩嚟㗎？係骨針嚟嘅，同硬珊瑚唔同。軟珊瑚冇堅硬嘅骨架，佢哋就只好靠呢啲骨針嚟到支撐對抗水流。睇下嗰邊係荔枝魚啊！我知道喺果洲一定會揾到佢哋噶啦，因為佢哋最中意守住喺軟珊瑚嘅旁邊。唔止係佢啊，仲有好多海洋動物都中意同軟珊瑚做鄰居嘅，好似羽毛星啊咁，經常都可以喺果洲呢一度見得到嘅。我覺得佢好似我細個踢嘅毽啊！雖然佢係海星嘅親戚，但係海星淨係可以喺海床上面慢慢行，而羽毛星呢就游水叻得多啦。羽毛星係濾食性嘅動物，最中意住喺啲大水流嘅地方，因為可以方便揾食物啊嘛。你留意下，佢游水嗰陣會順便用埋啲觸手嚟捉嘢食喎。相對羽毛星，海蘋果捉嘢食個樣就斯文好多啦。你睇下佢慢慢咁一啖一啖咁擠入口，真係自由淡定啊！海蘋果屬於海參嘅一種，喺香港水域並唔常見。你咪睇佢圓碌碌、圓卜卜，好可愛咁。其實佢係有毒嘅，喺受到威脅嘅時候，佢會放出毒素嚟到自衛。曾經有人將佢養喺水族箱度，結果就毒死晒箱裏邊啲魚啦。所以我始終覺得應該俾海洋動物生活翻喺海洋嗰度咧，就係最好噶啦。因為我哋對佢哋嘅認識實在太少啦，好容易就會傷害咗佢哋。楊真，不如我哋轉個地方去香港第一個水底花園度睇下咯。我知你講嘅係海下灣啊嘛。海下灣係西貢北面一個受遮蔽嘅海灣，水質好乾淨。喺1996年，呢度就成為海岸公園，受到特別保護。而家香港記錄到嘅80種石珊瑚，有超過60種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到，係有名嘅石珊瑚森林。喺海下灣最容易見到嘅珊瑚，一
一定係牡丹珊瑚啦，因為佢哋嘅覆蓋範圍好大，一個接一個，有成100米咁長。佢哋好似樹葉嘅板塊就最易認噶啦，係適合喺淺水生長嘅珊瑚，亦都好受啲魚歡迎噶。你睇下呢班雙帶梭羅魚，好似好滿意呢一個屋企喎。咦？我見到啲嘢好奇怪啊！點解呢啲海葵會突然變白嘅？哦，佢哋係縮埋自己嘅身體啊！見到嘛？每一個海葵就好似一個杯咁，而中間就有一個口。當啲海葵收縮嘅時候，就會將佢白色嘅肉露咗出嚟，咁你就見到佢哋一個一個咁變白啦。咁佢哋點解又會突然之間縮埋呢？可能係因為我哋騷擾到佢哋啦。哎呀，對唔住啊，咁我哋都係靜靜地行開啦。